虽然讲我已经从死一批交出啊，但不管总裁安怎误会我，毕竟伊是栽培我的运情人。在路上，我嘛是应该亲嘴甲说一下多谢，感谢伊对我的栽培。总裁，我看你面色无啥好呢，你是为着张安以前的代志，到即马可能无欢喜是无？我是一直希望讲，我的眼光袂看唔着人，所以一生特别来咧替伊家己辩解，我拢尽量甲相信啦。逐摆我嘛希望，早都爱讲我啦。即摆真正确定我家己的眼光有问题。总裁，其实你嘛唔免自责啦。有的人哦，伊本身就足够暗藏家己真正的个性里面。重点是，咱即马看清楚黄以诚是啥物款的人就好啊，安尼咱就袂阁去骗去啊嘛。这黄以诚的是一批，甲锁匙，你要看一下。免看啦，加看是加艰苦的。总裁既然连我死一批连看拢无想要看。可见是对我真正是彻底失望啊！总裁，阮这小弟啊，今仔日已经真忝啊，袂等于休困了吼。来，歹势啦，互恁提去食日宵夜吼。这就是我点名替伊付我的酒店费的钱嘛。一颗交音啊，头壳都真清楚嘛。是安怎答辩做的代志，拢都爱我安尼失望啊！黄医生，那要离开公司啊？老弟，我甲你讲啦。以我即马伫咧江海集团受重视的程度，我真紧就当爬到一个坎站啊！你若真正无所在通去，一定来找我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。多谢你的好意啊！不过你这款成功的方式我袂惯势，你也是家己留下慢慢享受。黄医生，你慢慢安尼。讲避免就避免，你才拄离职尔，就唔免甲人拍招呼。黄医生，你即摆已经不是江海集团员工啊，袂用甲公司物件炸走，所以麻烦你甲这生活好好检查，较免哦有啥物重要的文件泄露出去。这内底拢是一个我的私人物品，既然你想的。来，我来好你。黄医生，你莫了总讲离职就无代志啊！你讲欠我一个失礼啊！江大小姐，不管你有啥物想法，或者你想要创啥，我拢无意见。而且我嘛无需要向你回失礼。对啦，我有一句话要送你。阿梦嘛拢芳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找到证据，让大家知影什么才是真相。你到今麦搁咧侮辱我，你莫欺人太甚哦！你若是讲我袂讲话，我就去告你。
啊，人着要走啊，无需要不敢来歹面相看啦。皇帝，带念咱共体情分啊！你要走，咱打一回。安那？你连我一杯敬啤酒拢无愿意接受呀？啊，人就是心虚，才挑过会结一个面，伊就是无想要互你面子嘛，人查甫人着爱较有量的，无你以后要安怎甲人做大事业啊？啊？好，我卖人讲我做无良的，你会好意，我来甲收起来。我卖人讲我做无良的，你会好意，我来甲收起来。讲起来，人确实是无良啦，才会挑过会甲杯仔写互看。啊！恁过去迄啥物工体情分，就甲这杯仔共款脆糊糊啊！较是有影啦，江大小姐，我无亲像你吼，只要是要有送的物件，你拢一定会甲了了按按拢唔肯放。大小姐，内底主管拢咧看恁呢，还是将你这个员工也卖参与就好嘛。王一晨，总裁已经批准你的辞职了，啊，祝福你去外口有真好的前途伫的，你应走。做出这款代志，你这真正你是要够可恶你！你起笑！竟然敢来对我去开人手的，我想做唔敢。竟然敢伫公司做这种袂见效的代志，我一定要去向总裁讲。你讲啊？你昨讲我去买什么钻石发夹，今日又要讲我甲姚安怎？你敢有证据啊？你即摆跟我讲的是物件，已经无信用啊！你讲的话无人会相信啊！你讲我唔对啊！你即摆讲的话，无任何人会相信。你要甲总裁讲你去，爱我陪你去吗？有理，没错。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就有人唔甘愿啊，离职啊，啊，搁不去离婚通知，卖法底下想要修理我，真正会消的。少年，既然已经离开江海集团，你即马伫迄人的公司要拍人的员工，真正是较超过。若是你也唔走啊，拄则情况拢看到，你继续要找遐有伊的麻烦，只是互你名声搁较臭尔。我即嘛无见无故，根本无人相信我的话，看来只有甲想别个办法啦。
被叫保全啊！虽然所有的证据拢无啊，不过我认为代志一定袂遮尔单纯。我袂当目睭紧紧看到念慈向反背向欺负。杨哥，我是要安怎甲念慈讲，伊才会相信我讲的话。我去影响着咱的感情，啊，若无我会足艰苦的呢。啊，不过你也会记哩，迄个黄医生讲的话哦，你绝对袂当够相信啊！这个黄一成，这边确实做了有较过分，伊竟然想要陷害你甲耀武，这点我嘛无法度原谅伊。伊竟然想要陷害你甲耀武，这点我嘛无法度原谅伊。念慈，我所做的一切拢是为你好，为什么你就唔肯相信我的话？搁伫咧受气，唔知影什么时阵，伊才肯原谅我。你莫烦恼，我会找了。小珍，什么物件要去？黄一成，啊，你搁来要创啥？你已经害我互人误会这么深啊！你搁想要害小珍甲耀武，爱敢有伤过离谱啊？你若是要编故事，你嘛爱编一个较合理的。我甲小珍、耀武已经熟识这么久啊！因若有啥物无正常的关系，我哪有可能唔知影？念慈，我知我即摆讲啥你拢听袂落去，不过我只是想要甲你提醒，你千万唔当我害。好啊啦，你莫阁讲啊！我拢已经互你害到这么凄惨啊！我无想要阁听你讲任何的话，我嘛无应该阁继续甲你做朋友啊！我知我即马佮讲较济，你嘛袂相信我的话啊。可我也是要拜托你，请你甲相信我最后一遍。我一定证明互你讲，互你知我所讲的一切拢是事实。念慈，伫你了解真相迄一天，我希望你能好好保重你家己的身体，千万唔通让顶友或者是其他人，互你家己受到伤害。我袂讲煞，念慈，你家己爱保重。小帅，歹势啦。我可能爱去你遐交了一段时间啊。义哥，你嘛真三班的，你来我遮大，好搁惊委屈你。对啦，这只是暂时的啊。我相信以咱三个臭皮匠的能力，一定会当抓到这个假摆曾经害人的证据。无不对，只要甲江银珍甲丁耀武这两个对付掉，我相信一定会找到更加有力的证据。我已经给你真多遍的机会了，但是每一遍你拢有我真失望。走，快上！这里啊，林友，江以真，将绝对保证把酒，我你哪里也得避规避规，出招！
较离谱的代志，我老公赶快会听我的啦。阿妈嘞。在心肝顶坎坷的人生，生命的